嚟到返工時間啦，要睇下最新嘅交通消息。呢一節咧，想睇下新界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大埔道咁近沙田馬場咁見到出荃灣方向啦，係交通繁忙，要10分鐘；而出九龍中同埋九龍西方向都係行車暢順，出九龍西要10分鐘，九龍中就要8分鐘，要放鬆啲嘅時間出門口啦。咁跟住我哋轉睇下九龍方面嘅交通情況。九龍過香港，行到船街南行線近富榮花園，用紅隧過海係交通繁忙，要15分鐘。咁西隧暫時行車暢順，要5分鐘。咁跟住我哋轉睇下，行加士居道東行線近香港理工大學過海，用紅隧嘅話係交通繁忙，要10分鐘。而東隧暫時行車暢順啦。咁再睇埋外面嘅即時交通情況。東區走廊近嘉華國際中心路暢通。海底隧道香港入口係未見車龍。皇后大道中近花園道暢通無阻。香港仔隧道灣仔出入口都係交通正常。干諾道中近交易廣場係未見多車。交通消息講到呢一度。